點解父權社會要咁極端去壓制女性？係因為宗教定係傳統？其實可能係咁深層嘅恐懼，一種男性對女性真正力量嘅恐懼。喺中東，你會見到女性要被遮住全部身體，甚至連眼睛都要遮埋，被剝奪教育同自由。但其實呢啲制度唔單止係宗教嘅事，呢啲係父權社會幾千年嚟嘅延續，一種想徹底控制女性身體同生命權嘅延續。點解要咁樣控制啊？因為佢哋早就發現，女性先係生命延續嘅核心。女人有子宮，生同養都係由女性去完成。你可以唔信宗教，唔信神，但你唔可以唔信生物學。而正正係因為呢個事實，令男人開始恐懼。喺人類學同社會學入面，有研究講過，父權社會嘅核心就係對血統不確定性嘅恐懼。在母系社會入面，邊個生嘅仔一目了然，但一旦變成父系社會，就必須假設女性一定要忠誠，父權先至可以成立。所以佢哋發明咗貞潔、禁欲，甚至一夫多妻、生仔傳宗接代，呢啲全部都係制度化嘅控制工具，強行將女性生物上嘅血脈延續扭轉成為確保父權控制下所謂嘅血統，再由呢個血統去延續權力。所以你見到嘅唔係偶然，係幾千年嚟男人對失去控制嘅恐懼，一路變成法律、宗教、文化，再慢慢變成咗我哋今日以為嘅常識。但當一個制度要靠壓住女性先可以生存，嗰個制度本身就已經病咗。如果女性繼續沉默、繼續接受呢種病，就會一代代傳落去。但曾經呢個世界唔係咁噶，係母系社會嘅時代，生命係被尊重嘅，更加尊重帶嚟生命嘅女性。下個系列我哋會一齊返去嗰個被遺忘嘅時代，睇下點解世界後嚟變成今日咁樣。